大家好，我叫 Katie， 我係一個四肢無力、有感知困難嘅傷殘人士。今日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讀書嘅經歷。細個嗰陣，我最怕就係喺同學、老師面前朗讀課文，因為有感知困難會令到我睇文章會跳行，睇數字會讀錯數字或者睇錯數字，同埋隻眼會覺得好攰，又容易計錯數嘅。雖然當時我成日讀錯字，但係同學老師都好好，佢哋唔會笑我嘅，但係我就會覺得好大壓力。當我長大咗之後，我先至知道原來呢一啲困難係感知困難嘅一種特徵，所以我就諗辦法克服佢啦。例如我每當要睇一啲好密嘅文章，我就會攞支筆指住佢睇下我而家讀到邊。如果讀有關數學方面嘅科目嘅話呢，我就會攞個熒光筆去highlight佢，盡量去睇清楚數字，以免計錯數或者抄錯數字。去到讀高級文憑嘅時候，我經常要接觸一堆數字，因為有經濟學啦，同埋會計學等等嘅科目。另外，我亦都向學院去申請咗特別去加時，同埋准許我喺課堂上面錄音嘅。我每日放學返屋企就係會聽返當日課堂嘅重點，然後 mark 返落個筆記度。喺過程裏邊，我有諗過放棄，因為我寫字實在太慢，同埋亦都有感知嘅困難嘅緣故，令到我做一啲資產負債表、損益表或者普通嘅記帳嘅程序，我都會有出錯嘅機會。如果一出錯就要由頭再計過。另外，因為我隻眼好容易睇錯數字同埋跳行，所以我就用咗另一個方法去記，將每一個步驟用一啲中文字去寫低1、2、3、4，然後跟住呢啲重點，每一次去做報表嘅時候都跟住呢啲步驟去複習。與此同時，當時身邊有2位好朋友成日陪我一齊溫書，互相去打氣，就係咁樣2年嘅 high dip 課程就順利畢業啦。讀緊高級文憑嘅時候，我曾經好多次都諗過放棄，但係最後我都冇放棄到，係多得身邊嘅朋友嘅鼓勵，同埋自己會話俾自己聽，一步一步行過就 OK 㗎啦。到我正式畢業嗰日，我先發現原來有好多時候，當你覺得行唔落去，條路好漫長，唔知點行嘅時候，當你成功咗，再望返轉頭，你就會發現自己其實有足夠嘅能力喺逆境度行落去，而且身邊嘅人都會好樂意去幫你。千祈唔好因為一時沮喪而去否定自己嘅能力。隨住時間，你會慢慢去感謝你自己行過呢一段路，作為一個美好嘅回憶。或者而家嘅你同我一樣，曾經都經歷過，或者經歷緊一啲痛苦、一啲困難，好想放棄，唔知點樣行落去嘅時候，我希望呢一段嘅經歷可以鼓勵到你繼續努力向前，同我一齊加油去面對日常生活、工作或者讀書嘅壓力。最後好多謝你收聽我今日嘅分享，多謝你啊！你都要加油啊！